整个花莲一化最跟当呢，是安内吗？花莲人有40万人，他只有7万多票，他怎么代表多数呢？其实我们花莲人口有1/4的原住民是没有投给他的，我们有6万多人投给我们的美琴，对，所以李琴，所以请大家不要误会我们。那傅昆萁其实只有7万多票，他没有代表全部的花莲人。希望大家。傅昆萁在花莲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花莲人的声音都被他压下来。他用了很多奥博，用了很多很不正当的手段，把我们花莲人的声音统统都压掉了。你看哦，你们当初啊，这个发生大地震，前阵子我们花莲人很辛苦，对不对？对。傅昆萁那时候说要去北京就去北京。你们现在赈灾一些相关的东西，铺马哥也说都没有在处理呢，真的有在在意吗？完全没有在意。那我也只能说，傅昆萁把地震的震毁的大楼当作他的作秀舞台，他在消费这一切吗？消费灾民。我跟各位说，他在天王星大楼前面搭起了 LED 舞台开记者会。如果真的想要救灾，需要吗？对呀。他要不要干脆请歌星？那不合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说，五月天不要被他们消费了。对。那身为花莲人，今天特别来，应该花了不少时间哦。你们今天大概预计要待多久？我们搭最后一班回花莲的10点的火车，到花莲是12点，所以我们明天还要上班。但是我们相信，如果我们跨出这一步，勇敢站出来，我们可以引领更多花莲人站出来。今天晚上在花莲的时来运转6点钟，也有一场声援这里的一场活动。如果花莲人你看到，记得出来，站出来，勇敢站出来，打倒傅家王朝。所以人家说什么花莲王根本就没有这种事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他其实是花莲的地藏王，因为他家长得很像灵骨塔。我也是花莲人，